大家早晨。今日咧我唔使返公司住嘅，但係比平時咧又早起身喎，因為今日咧公司搞咗一個半日嘅運動會，地點咧就喺西沙嘅高柏。咁成日西沙咧其實喺個西貢同埋馬鞍山嘅中間，咁係今年咧係開幕嘅，咁係全新嘅一個地標，係新鴻基地產咧喺西貢區嚟講咧係打造一個係集運動啦、娛樂啦、日餐飲啦同埋休閒嘅一個集中地嚟嘅。聽講運動會咧就會有好多嘅競技遊戲啦，包括足球啊、籃球啊同埋拔河比賽。咁我自己就參加咗2項嘅球類一個訓練嘅，咁係轉頭話俾大家知啊。我準備上車啦，我將會由匯景站準備出發。我哋除咗係揸車之外咧，我哋仲可以乘搭港鐵嘅屯馬線去到烏溪沙站，又或者係東鐵線去到大學站。咁啊轉乘巴士，大概10至14分鐘咧，就已經可以到達咗高柏噶啦。眨眼20分鐘已經到啦。高柏同埋公共停車場咧，總共有300個車位俾大家泊車嘅。活動開始啦，等我快啲入去打返張卡先。喺大球場有10個攤位遊戲可以贏取豐富禮品，其中包括咗冰壺大對決、推杆日動精明眼，仲有致富人生層層跌，好叻啊！另一邊有7人足球比賽，準備去打高爾夫球啦。途經攀石場，高爾夫球場呢，今次有專業教練免費即場指導，做個學生聽一聽老師講解一下先。拍喺我哋嘅心口上面，你隻左手，男士女士都好，將個左手臂就喺心口嘅上面，向前啲，就上啲，擺翻個 pose， 影翻張靚相先。四圍睇一睇，到咗板網球嘅體驗區，隔籬呢就係棍網球場。籃球場都有同事喺度體驗緊，輪到我體驗一下拍黑球啦！太好玩啦，唔記得錄影。唔緊要，臨走前影返幅相留念。高柏商場出邊呢都好多條嘅巴士線，我今日會坐581號嘅巴士去烏溪沙站，車程只有10分鐘。對面呢就係新鴻基歷來最大型私人住宅發展項目1A 期正式命名，總共有4棟，涉及781個單位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多啲資料，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啊！